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我嚟同大家介紹一下賽斯資料。咁呢份介紹資料呢，主要係參考咗 Micah 嗰啲講解資料，進行一個重新嘅巡實嘅。首先，賽斯資料係點樣形成嘅呢？佢係一位嚟自更高緯度嘅存在賽斯，透過一個美國嘅女詩人兼作家珍羅伯茨嘅口中傳述出嚟嘅。呢個過程呢，就類似通靈，亦即係呢，賽斯依附喺羅伯茨嘅意識層面上，通過每周2次到3次一個固定嘅時間進行一個傳訊。賽斯資料呢，就係通過佢嘅口述傳遞，咁跟住呢，喺傳遞個過程中呢，呢個詩人嘅丈夫呢，就用自己特有嘅速記嘅方法，將呢一切信息記錄落嚟嘅。佢哋從1963年年底開始，一直傳遞到1984年嘅年中，前後大概持續咗21年嘅時間，直到呢個女詩人真去世前嘅1週，咁佢都仲喺度傳遞緊。咁佢丈夫亦一直喺度持續咁記錄。跟住呢個女詩人就過咗身，因此可以話呢個真嘅一生，包括佢丈夫嘅一生，由1963年開始接觸賽斯資料，就將呢一生奉獻咗俾呢份資料嘅傳遞過程。所以賽斯稱佢哋為愛嘅勞工，意思即係話佢哋出於愛心而從事呢份傳播愛嘅勞動工作。咁佢哋一共傳遞咗幾多本書呢？一共係31本書嘅，大概總字數呢係690幾萬字。咁跟住下邊呢，我就同大家梳理一下呢31本書，方便大家閱讀同埋對其他資料進行一個比較，可以更好咁了解入邊嘅內容。首先，賽斯從1963年開始接觸珍同羅伯特，直到1970年之前呢，大約用咗7年嘅時間。佢哋進行咗510節課，每節課持續呢2-3個鐘或者更長，有時有3到4個鐘唔等嘅。每一次咁樣嘅傳遞，我哋稱為一節課。喺呢6年幾嘅時間，接近7年嘅時間入邊，佢哋完成咗呢510節課。呢啲課程嘅內容涵蓋咗好多唔同嘅方面議題。咁跟住呢，真將前邊6-7年嘅內容呢，就整理成一本書。呢本書名叫做《來自靈界嘅信息》，佢係根據自己嘅筆記進行歸納分類嘅。咁出咗呢本書之後呢，亦獲得咗唔錯嘅反響。當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呢，咁到咗第511節課嘅時候呢，個賽斯突然間就同阿珍講：我要自己寫一本書。喺呢個之前呢，咁佢哋冇出過任何呢係由賽斯自己主導要出版嘅書籍。賽斯跟住表示話自己要創作一本書。咁個人認為呢，賽斯決定寫書嘅原因係喺前邊7年大概500幾節課嘅傳遞中呢，嗰啲內容呢就冇系統化，大多呢都係遇到咩問題，或者當日諗到咩問題，或者珍同佢丈夫提問嘅時候呢，咁賽斯呢就會進行一個詳細嘅解答同埋闡述。呢啲闡述同埋解答呢，缺乏一啲系統性嘅組織，而且賽斯啱啱接觸珍同埋佢丈夫嘅時候，仲有呢個三維世界嘅時候，並唔清楚點樣根據知識嘅深淺進行一個傳述，亦唔識得點樣深入淺出舉例子咁去表達佢想表達或者佢所知道嘅一切嘅嘢。因此喺前邊510堂課中包含咗好多好原始嘅資料，咁內容深淺不一，有啲好深，有啲又好淺，參差不齊，缺乏系統性。不過呢，入邊呢亦都有好多寶藏。如果係中意賽斯書、中意研究嘅話，係一定要值得睇嘅。咁後嚟賽斯可能覺得咁樣傳遞嘅效果呢並唔理想，佢又或者呢想最終為世人留低一啲系統化嘅資料，或者能夠啟發到大眾嘅內容。於是佢決定自己親自創作一本書，由佢負責口述，由珍嘅丈夫負責記錄。咁呢本書嘅書名、章節嘅劃分同埋全部嘅內容呢，由賽斯佢自己去構思，佢甚至親自為每一章命名。斷斷續續，佢用咗唔到2年嘅時間就完成咗賽斯自己嘅第一本書。呢本書呢，中文版翻譯為《靈魂永生》，
翻譯呢本書嘅呢係一位台灣好有才華嘅女士，叫黃貴慶。佢後嚟呢陸續翻譯咗賽斯嘅所有著作，並且喺台灣出版咗。其實呢本書呢，中文仲有另外一個譯本，另外一個譯本呢叫《時空之外》，佢係由兩個呢祖籍係大陸嘅人，跟住呢去咗美國嘅發展，然之後呢佢哋用中文翻譯咗出嚟，跟住後嚟回到大陸之後呢，想喺大陸出版。但係咧，大陸好多出版社都唔敢，或者唔願意出版呢啲書，因為涉及太多個鬼魂啊、轉世啊、靈魂啊呢啲咁嘅內容。咁賽斯本身就係似鬼非人嘅存在，所以好多人一睇到呢啲內容，肯定唔敢掂嘅。咁佢哋就一直揾唔到合適嘅出版社，最後係揾到一間出版佛教資料嘅出版社，因為佢哋同佛教呢有比較深厚嘅淵源，本身就係學佛嘅。咁揾到呢間好細嘅佛教嘅出版社去出版，咁第一版呢好似印咗5000幾本，咁跟住到第二版呢就唔俾再印啦，所以呢本書呢亦都冇繼續一個。但係如果你上網呢，可能會揾到一啲咁嘅紙質，可能揾到一啲電子版，呢個呢另外一個版本係叫《時空之外》。所以呢個係賽斯嘅第一本書，佢第一本書包含咗咩內容呢？佢第一本書主要係講咗一個總論，即係一個概述，亦即係對佢成個知識體系做一個整體個概述，包含咗各方面嘅知識，從人類意識嘅來源到人類嘅轉世輪迴，再到人類點樣用自己嘅信念改變現實，以及後邊探索更高維度嘅空間、更高嘅意識層面等等。佢係一個非常之宏大嘅整體架構論述。呢本書一共有22章，係好透徹同埋好全面嘅。咁呢本書呢，就係想了解賽斯資料嘅入門書。咁你睇邊個版本都冇問題。實際上呢，佢第一本書呢，就係一個總論，亦即係賽斯自己思想嘅總概括。咁佢呢本書出咗之後冇耐呢，跟住佢就出第二本書啦。咁第二本書呢，就叫做個人實相嘅本質。呢本書呢，其實一開始係由之前講嗰對呢喺大陸籍，跟住喺美國發展嗰對夫妻翻譯嘅。咁佢哋翻譯咗一半之後就冇翻譯啦。至於點解唔翻譯嘅話，咁呢係唔知道嘅。不過猜測可能因為呢，佢哋兩個學法，咁喺翻譯呢本書嘅時候呢，前邊有好多呢同佛教相似或者相通，但係呢，翻譯到後邊嘅時候呢，發覺好多理論咧，同佛教個思想同埋價值體系咧，係越走越遠，甚至係互相排斥嘅。可能係咁樣，或者佢哋接受唔到呢種觀點，所以佢哋就唔再翻譯。不過呢個只係個人猜測嘅啫。咁後嚟呢本書咧，就由台灣嘅黃貴慶女士咧繼續翻譯完整嘅。咁當黃貴慶女士喺翻譯呢本書嘅時候呢，亦都同之前呢對夫婦聯絡過，就問佢哋呢本書仲會唔會繼續翻譯落去？咁呢對夫婦表示話呢，佢哋唔再翻譯啦。於是呢，佢哋亦即將之前翻譯嘅資料呢，全部俾咗阿黃貴慶女士。咁黃貴慶女士呢，由呢對夫婦手上得到嗰啲翻譯版呢，亦都全部校對咗一次，跟住呢，翻譯埋剩低嗰啲。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呢，咁佢係為咗保持嗰個翻譯嘅一致性，咁後嚟呢本書亦都喺台灣出版咗。咁呢本書出咗版之後呢，反應呢就更加大，因為呢，如果靈魂永生呢冇提供太多實際操作嘅方法，佢講嘅呢更多係一個好宏大嘅賽斯理論入門嘅概括。咁呢本個人實相嘅本質呢，就開始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亦即係呢與現實結合咗。亦即係話咧，每個人可以點樣喺實際生活當中用自己嘅信念、自己當下嘅法力點、威力點，點樣能夠改變未來，亦都改變過去，點樣能夠實現自己嘅理想同目標。所以呢第二本書就係個人實相本質入邊主要講嘅內容。呢本書呢亦都好出色，好具實際操作性，亦即係話呢，當每個人想改變自己嘅狀態，或者喺生活、工作、感情中遇到各種問題嘅時候呢，呢本書呢可以提供好直接嘅實用價值，俾人由從中呢獲得極大嘅幫助。無論邊個方面呢都受益匪淺。書中嘅內容呢講到亦都好詳盡，呢本書亦都好厚，佢描述呢亦都好細，各方面都涉及。佢入邊講咗如何運用當下呢一點，亦即係佛學上邊講嘅活在當下，
點樣利用當下呢一點嚟發揮力量，點樣影響現在同未來，唔單止影響現在，亦都影響未來，甚至影響埋過去。點樣運用呢個發力點？點樣具體實踐去使用佢？例如，點樣喺清醒嘅催眠狀態下進行一個改變，以及改變自己人生嘅軌跡。書中亦講出咗好多方法，亦有好多練習嘅方式。咁呢度呢，我就唔再詳細講啦。咁我哋會堅持對賽斯資料進行一個整體嘅論述同埋整體嘅介紹。呢本書個人實相嘅本質，亦都係賽斯自己所撰寫嘅。按照賽斯講，呢本係佢第二本書，但係呢，佢冇按照正常嘅順序嚟出書嘅，即係呢，佢出書嘅順序呢，同佢知識架構個體系嘅順序呢並唔一致嘅。後嚟啲人呢，就根據呢啲書嘅難易程度進行一個分類同埋一個劃分。跟住呢，有一本書叫做《個人與群體事件嘅本質》，呢本書呢，涉及到群體意識同埋群體行為。因為佢嘅第一本書講嘅呢係概能，第二本書講嘅呢係個人，即係呢個人點樣喺呢個世界同埋呢個社會中相處。然之後第三本書呢，佢就開始講群體，即係你同其他人同埋你呢個群體，無論小到一個單位、一個家庭，大到一個社會、一個社團、一個國家、一個種族，甚至一個世界、全人類嘅族群等等，佢由各個方面闡述人同群體之間嘅關係。並且舉咗好多現實嘅例子，例如佢當時舉個例子呢，係因為呢本書係喺1971年到1972年左右寫嘅，咁佢當時呢列舉咗好多當時一啲當時性嘅事件，包括伊朗同埋呢瓊斯鎮事件，同埋一批呢美國嘅理想主義者前往南美洲建立理想王國等，咁佢透過呢啲事例呢，舉咗好多實際嘅例子嚟闡實關於群體意識同個人意識之間嘅一個關係，包括群體事件點解會產生。書中亦提到好多類似我哋今日遇到嘅情況，比如話瘟疫啊、戰爭啊，呢啲係咩原因？其內在嘅原因係咩呢？咁其內在發生嘅原因究竟係咩呢？咁呢本書入邊呢，亦都會有講到。後來佢又寫咗本書叫《心靈嘅本質》，呢個係台灣嘅翻譯，不過呢，更準確嘅翻譯應該叫做靈性嘅本質。因為我覺得靈性咧更加貼切啲，因為如果話心靈咧，一般都涉及人嘅存在。一講到心靈就講到人，咁只有人先有心靈係嘛？呢其實已經有好強嘅暗示性。咁如果講到靈性嘅話，就未必係人，可能冇人嘅存在，或者唔需要人呢個個體，靈性呢依然係存在嘅。可以，所以我覺得佢講靈性嘅本質可能會更加適合。呢本書入邊呢，佢就講咗好多關於人方面嘅嘢。咁點解人會有男性同女性呢？咁佢喺呢本書入邊呢，亦都講咗好多關於兩性嘅關係。只不過呢，賽斯想表達嘅兩性關係呢，同我哋所講嘅兩性關係其實呢係有唔一樣嘅。佢個意思咧係話喺本質嚟講咧，其實咧每個人都係雌雄共體嘅，即係話咧你既係男人又係女人，又或者話你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係咁樣嘅。舉個簡單嘅例子，比如話咧，因為我哋係生物性嘅存在，我哋嘅身體結構咧分為男人同女人，但係如果我哋死咗之後，即係比如話，如果我哋變成咗鬼，係嘛？咁鬼其實佢係冇物質嘅存在嘅喎，咁鬼。有冇男人同女人呢？咁我哋身為人有生物嘅區別先係男人同女人，但係鬼呢，咁佢唔係，咁佢係非物質嘅喎，非物質有冇男性或者女性呢？所以其實佢個着重點係喺呢度啊。所以喺本體上嚟講呢，其實每個人類呢都係男女雌雄共體嘅。因此呢，喺佢呢個角度嚟講呢，其實你更加應該去了解對方，即係好比話你係男性，你可以理解女性，女性亦都可以理解男性，或者雙方互相吸引。如果你兩個完全係唔同性別嘅物種，或者冇呢種內在嘅連接呢，其實你係好難理解對方嘅。但係現實生活中呢，就唔係咁嘅喎，好多男性可以理解到女性，女性亦可以理解到男性。所以好多時候呢，其實係因為你身體本身嘅生物性嚟講，就係男女喺靈性方面呢係共同存在嘅。而佢同時亦解釋咗點解同性戀會存在，
同性戀存在嘅特點等等，佢都講咗好多呢方面嘅內容。因此呢本書係關於靈性嘅本質，亦稱為心靈嘅本質。呢本書比較薄，亦都比較容易，大概200頁左右。誒、其中討論嘅問題呢就好核心嘅。講喺呢本書之後呢，講個難度呢就會逐漸增加，講個內容呢進入更高層次嘅存在。咁從自我推及他人，並且開始探索宇宙同世間嘅奧秘。後邊嘅書呢就已經係好深噶啦。跟住呢，佢再出咗本書叫做《未知嘅實相》。呢本書分上下兩冊，好厚，尤其上冊特別厚。呢本《未知嘅實相》主要嘅內容係講咩呢？佢由呢本書開始，佢就講點樣透過特定嘅訓練方式。咁書中亦都加入咗大量實際嘅訓練方法，教導你點樣鍛鍊意識同埋意識嘅焦點，即係訓練將意識嘅焦點集中於唔同嘅地方，進入意識嘅唔同嘅層次，透過深入意識嘅廣度同埋深度。意識係有好多層次嘅，我哋未來都會討論到呢個問題，而且非常豐富同全面。亦都好複雜，亦都好難以形容。呢種意識無論喺廣度或者深度上，應該點樣鍛鍊，令你嘅意識可以喺呢啲唔同層次之間來回探索穿梭，到達一個你完全唔熟悉、唔清楚或者唔了解嘅層面。你都可以將其理解為唔同個緯度空間，但佢更加傾向於層面呢一個詞。意思即係話你可以前往唔同嘅意識層面或意識緯度進行探索同埋冒險，並且學習點樣翻嚟。呢上下兩冊主要係講呢方面嘅內容。但係講嘅嘢咧係真係好深。呢本書咧係賽斯成套著作入邊咧最難理解嘅兩本書，內容係好深，好唔易理解。咁賽斯喺講述嘅時候，經常會出現大量嘅停頓，因為佢之前邊嗰幾本書講述嘅時候，佢都係誇誇其談，可以好似傾偈咁，好直接、好流暢咁講出嚟。但係當佢講到呢本書嘅時候咧，佢經常講一兩句話就會停落嚟，係反覆咁停頓。其實佢係喺度思考緊點樣用語言個方式嚟講明呢個問題，或者講明呢個內容。因為對於生活喺三維世界嘅人嚟講，要訓練自己嘅意識進入更高緯度或者層次空間，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因此佢一直喺斟酌表達嘅方法同埋闡實嘅邏輯思路，所以先會出現大段好大段嘅停頓。不過即管係咁，最終呢都係可以闡實好豐富嘅內容，可見其用心。關於呢本書呢，我個人認為呢，如果你冇意研究宇宙或其他緯度空間嘅事物，其實呢唔多需要讀佢嘅。如果你只係關心點樣過好呢一生，唔想涉獵更多其他嘅領域，咁後做呢啲書對你嚟講呢，其實呢意義並唔係好大，因為個難度係好深好深，對實際生活嘅意義唔大，因為佢嘅焦點呢係唔再關注喺呢個緯度嘅世界上邊噶啦。咁喺呢本書之後呢，仲有一本名叫《呢夢演化與價值完成》。呢套書呢亦都分上下兩冊，內容呢就更加豐富深入。呢本書呢唔單止探討宇宙嘅起源，呢個世界係點樣形成嘅，世界嘅本質係乜嘢，世界嘅構成，世界最基本嘅單位係乜嘢，呢啲單位如何透過意念，即係佢話嘅意念創造實相，轉化為我哋所感知嘅實相嘅存在。呢種實相唔只包括我哋三維世界嘅實相，仲包括我哋進入其他緯度時所見到同埋感知到嘅實相，即係你嘅意念點樣去創造呢啲實相。呢本書呢，仲討論咗宇宙最初點樣誕生，人類係點樣出現，人類嘅其他文明係咩回事。唔止喺地球上，按照地球嘅時間計算，我哋而家應該係第四個文明。喺呢個之前呢，已經有3個文明存在過、發生過。當然，我哋係由地球嘅時間角度嚟講。如果喺更高緯度嚟講呢，呢啲文明呢係同時存在嘅。由呢樣個角度啊，佢所潛在嘅都係最核心嘅問題。呢本書嘅難度比起前邊嗰本個未知嘅實相呢，嘅難度又更加上一層樓。佢站喺一個完全同宇宙合一、同宇宙起源一致嘅觀點嚟探討最初始嘅意識點樣喺其驅動下產生咗世間萬有，呢一切係點樣形成嘅？形成之後嘅演化過程又係點樣進行嘅？
演化完成咗之後，呢一切嘅意義究竟喺邊度？換句話講，佢哋嘅價值係乜嘢？又或者價值體現喺邊度？好多人會問：呢一切存在係為咗乜嘢？我輪迴嘅目的係乜嘢？靈魂嘅目標係乜嘢？靈魂存在嘅價值同意義喺邊度？喺呢本書中，作者會對呢啲問題全部進行相關嘅闡述同，因為呢個主題實在太過複雜。當我哋人類連對自己嘅意識都尚未有完全清晰嘅正確認識嗰時，但係要進一步探索意識本身嘅意義層面，咁就有啲似細胞試圖想知道大腦係點樣思考嘅感覺，或者細胞想由自身嘅層面去了解你嘅人生意義、人生價值觀等、世界觀、理想等等。對細胞而言，呢完全係唔同層次嘅事，佢好難理解人類思想層面嘅內容。而我哋依家想要理解嘅呢，正係呢種靈魂層面或者整個宇宙萬有嘅思想靈魂，以及佢哋本身嘅意義同存在價值。呢啲係好難用語言去描繪嘅，好難用語言講得明嘅。賽斯好多時候都表示呢個太困難啦，對佢同大家嚟講都太難啦。佢話佢真係唔知用咩方式嚟表達或者闡實，但佢都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盡可能用佢嘅方式同大家講明。不過佢都提到，佢所講嘅好多內容並非大家想象或者真實理解嘅，因為呢個已經超出咗大家可以想象嘅能力嘅範圍。但佢依然要盡量向大家描繪講實。至於可以理解多少，咁就要睇每個人嘅修為程度啦。講到呢度，其實就好似佛經當中成日講嘅佛不講嗰啲深奧嘅道理，因為太複雜、太難去講明啦。如果冇一定嘅理論基礎或者知識儲備，係好難理解嘅。呢啲就係呢夢演化與價值完成呢本書嘅內容。大家千祈唔好俾書名誤導，一睇到係講夢嘅書，其實佢完全唔單單係講夢，當然亦唔係話同夢無關，但讀咗就會知。佢個重點係喺度論述咗宇宙誕生嘅過程同埋演化嘅過程，從開始之前，啱啱開始到後嚟嘅演化過程，佢都有論及嘅。因此咧，呢本書咧係一本好難明嘅書。咁呢本書之後邊嗰兩本書咧，嘅難度就降低咗。後來佢又寫咗本叫《神奇之道》嘅書。其實我個人覺得咧，佢之前嘅內容已經講得差唔多噶啦，已經冇太多嘅更新或者更深嘅知識。後面呢兩本書咧，都係喺唔同嘅角度闡述唔同嘅問題。其中神奇之道咧，主要喺實踐中點樣應用信念創造實相，並且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法、手段同埋應用。咁其實佢同呢個人實相嘅本質好相似嘅。咁呢兩本咧可以一齊睇。最後佢仲寫咗本叫《健康之道》。其實嗰時咧嗰、個詩人阿珍咧，其實已經開始病咗，而且病得好嚴重，咁需要時不時去醫院。都係咯，大約1年多個時間咧，佢可能一直住喺醫院入邊。喺住院過程中咧，賽斯咧一直試圖喺思想層面咧清理佢嘅問題，幫助佢。但係佢嘅病情咧時好時壞，反覆不定。到最後階段咧，其實佢嘅症狀咧已經開始好轉，但佢自己喺信念上咧仍然有好多問題未有解決。咁呢部分咧，我哋今日就唔講啦。對於阿曾生病同埋佢自身嘅問題咧，有好多複雜嘅內在因素，比如話佢同佢母親嘅關係啊、家庭嘅關係啊、前幾世自身嘅關係同埋經歷等等，亦都包括佢呢一世信念上邊嘅問題，呢啲好難講清楚。所以我認為最後呢兩本咧冇太多嘅新意同埋新嘅內容。如果你唔感興趣咧，或者唔係研究賽斯相關專業嘅人士咧，其實呢兩本書可以唔讀。但如果你有啲健康上面嘅問題，或者身體有啲不適呢，你都可以睇睇佢點樣解釋，或者由佢個角度去睇點樣睇待生病，點樣康復及康復要點樣做。佢有一套完整嘅體系。不過健康之道呢本書到最後基本上呢未寫完，阿珍就過咗身啦，咁就停止咗，冇繼續寫落去。以上所講嘅呢啲書籍呢，全部都係由賽斯親自考察而成嘅。呢啲書籍嘅出版計劃、書名同埋各章節嘅劃分，同埋上下冊要劃分呢啲細節呢，全部都係賽斯明確指示嘅。咁當佢考察完呢啲著作之後呢，阿珍就過咗身啦。阿珍過咗身之後呢，佢先生羅呢
就開始着手整理呢啲相關資料。佢將悲痛轉化為力量，因為失去妻子嘅痛苦極其心痛。咁透過整理賽斯資料嘅過程呢，佢得以重新沉浸喺兩個人曾經共同生活嘅回憶當中。因此，羅呢耗盡餘心，全心投入呢項工作。咁並且將所有嘅原始資料呢送到耶魯大學個圖書館永久保存。咁除咗呢啲已經出版嘅賽斯嘅資料之外呢，咁呢個女詩人真係真啊！其實佢都係一個詩人嚟嘅，佢都寫咗好多小説同埋好多其他嘅書，所以其實佢喺傳遞呢個資料嘅同時呢，亦都喺度做緊佢自己嘅嘢，發行咗好多自己嗰啲嘅詩集。羅呢喺後期真過咗身之後呢，就重新整理咗佢哋早期，即係1963年12月到1970年之間嗰510節課嗰啲記錄。羅呢，佢就認為呢啲資料呢好珍貴，因為佢完整保留咗每句對話情景同埋當時個狀態。咁就有啲似佛陀同弟子之間嗰啲原始對話，好具價值。咁羅喺1991年同1992年呢，就決定將呢7年期間嘅完整記錄整理成書，書名就叫做早期課。咁呢個系列呢，就好龐雜同埋細緻，一共有9冊，即係9本書，每一本呢個篇幅都好厚嘅。咁呢9本書呢，就成為咗賽斯資料體系中最早期嘅核心嘅文獻啦。呢9本早期課呢，咁佢個中文版本呢已經喺台灣翻譯咗，但係呢9本書呢個內容呢係極其深奧嘅，因為相較於後期賽斯有意識咁以書籍形式闡實，邏輯清晰咁有意降低理解嘅難度呢，早期課係因為呢賽斯啱啱由高緯度過嚟傳遞嘅信息，佢尚未掌握嗰個深淺嘅分寸啊。所以涉及好大量、好龐雜、好深奧嘅知識，比如話第五度空間、精神酵素、偽裝機制等等呢啲概念。咁喺呢度呢，就唔作多講啦。咁除除咗呢啲早期課之外呢，仲有4本係嗰個私人課嘅。呢啲所謂嘅私人課呢，係指喺呢21年嘅過程當中呢，涉及阿珍同羅佢兩公婆之間同埋嗰啲朋友之間啲隱私嘅對話，包括夫妻關係啊、個人細節啊，同埋佢哋之間前世今生同埋親友事務咁一啲嘅敏感關係。咁阿羅呢，一開始覺得呢啲內容呢比較私人，所以就刪除咗，唔適合呢公開出版，因為涉及好多好隱私嘅資料。但係後來阿珍過咗身之後呢，咁羅佢覺得呢，如果將呢啲資料刪除咗，咁可能覺得賽斯資料就唔夠完整，所以佢又將呢啲資料重新整理翻一個，咁就將呢啲資料即係嗰啲私密課啊、隱私課啊編輯成為4本書，就叫做私密課。咁除咗呢啲資料之外呢，其實早期阿珍呢，佢亦都有一個舉辦一個讀書會嘅活動。呢個讀書會就類似通靈咁樣，咁係叫做 ESP 班嘅。咁佢喺呢個讀書會入邊呢，有時賽斯都會通靈過嚟喺佢身上，同一啲相關個會員呢，有啲問答，有一啲互動嘅。所以後嚟羅呢，亦將呢部分內容呢整理成書，咁一共係4本，編號1、2、3、4，咁係呢4本書。其實呢，我覺得賽斯資料可能唔係大家所了解咁多。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深入去了解。但係首先要明白呢，賽斯資料呢係無神論嘅觀點，呢點呢同其他所有人都唔同嘅。而佛教本身呢都係無神論嘅。佛教同其他宗教唔同，雖然你睇起身佢有香火啊、佛像啊、寺廟咁，好似同其他宗教好相似，但其實唔係嘅。佛教個本質呢係無神論嘅觀點嘅。因此，賽斯好多理論呢，同佛教有好多可以相互印證嘅地方，即係佢哋都係無神論者，佢哋都承認呢個世界係客觀存在嘅世界。呢種客觀存在嘅背後呢，有一個內在嘅推動力量，嗰個內在推動力量呢，先係最真實嘅。咁你認為客觀存在嘅嘢，其實只係你嗰種幻想。呢啲就係佢哋兩個一個共同嘅基本價值觀，係完全一致嘅。其實賽斯曾經咧傾到佛教嘅問題，當時有人問佢咧對現今呢啲宗教嘅睇法。咁賽斯當時講咗一句話，佢話咧佛教係所有呢啲宗教入邊最接近事實嘅一個宗教，呢個係佢嘅原話。
咁佢仲提到佢嘅思想其實喺東方人咧更容易理解，因為西方人理解佢嘅思想難度會更加大。點解呢？因為西方人對科學嘅認知、對科學嘅睇法同埋呢種科學性嘅邏輯思維咧，會阻礙佢哋接受賽斯嘅一啲觀點同理念。咁佢話，如果係東方人接觸起嚟咧，就更容易。咁實際上情況咧，亦都係咁。賽斯嘅呢啲資料咧，由1963年開始傳遞，直到1970年後期出書，喺美國經歷咗數十年，但係咧都冇形成氣候或者好強大嘅影響力。所以其實佢都會受到好多種壓制同限制。呢啲壓制主要係源於賽斯資料中呢，對基督教提出咗好多令基督教徒好難接受一啲言論啊。比如話佢聲稱基督根本呢就冇被釘死喺十字架上，咁樣呢係顛覆咗好多人對基督教嘅認知同睇法嘅。所以喺好多基督教會，甚至成個基督教體系對賽斯資料呢係持嗰啲輕蔑嘅態度或者極力反對嘅。呢種反對並唔係普通嘅程度，並唔係普通嗰種反對嘅程度，而係將佢視為一種歪門學說。佢甚至將賽斯資料稱為鬼教，意思即係指透過同鬼神溝通獲得嘅資料，傳播者係會墮入地獄受到報應嘅。所以點解賽斯資料喺西方唔會成為一個主流呢？係因為佢喺面對西方呢種宗教嘅生態之下呢，其實要生存係好難嘅。咁喺現階段中呢，賽斯資料相對大陸國內而言呢，其實呢，佢涉及到意識形態同埋主流價值觀嘅衝突，所以係好難俾認可。你冇話認可啊，即使係想出版呢，都冇乜可能嘅。咁我亦都唔主張盲從，無論係賽斯嘅每句話，或者佛教經典中每個字、每句話被奉為真理咧，呢種態度咧，其實係唔值得推崇嘅。因為任何個知識咧，會隨住時間嘅改變而改變。咁每個人咧都必須敢於思考、敢於想像，突破自己嘅框架，多思考、多角度，喺唔同個角度去分析唔同嘅嘢，去論證唔同嘅嘢。喺宗教個角度去思考科學嘅嘢，喺科學個角度去思考宗教嘅嘢，然之後咧再加埋哲學，加埋各方面去論證同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嘅話，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思考咧，不至於共盲點咯，不至於跟住社會嘅主流走，咪成為一種盲點啦。我認為有一點呢，就係賽斯佢採用咗無神論嘅觀點，呢點係好重要嘅。咁第二點係在於佢成套邏輯體系，包括佢持續講咗21年嘅內容。雖然好多人，包括西方學者質疑賽斯資料一啲真假，即係懷疑係咪純屬胡言亂語啊、精神錯亂啊，或者發噏風講啊。但如果真正咧睇過賽斯資料，或者睇過佢一啲書，即使係冇啲章節都好，如果可以理解到其中蘊含嘅意思嘅話，即係入邊有啲好深刻嘅思想嘅。咁其實咧，你會感覺到呢啲根本就唔似係人類嘅視覺或者境界可以觸及到嘅一啲高度，即係佢論述個觀點或者論述個方向根本就唔似人類會思考嘅嘢。例如呢，佢經歷咗21年嘅傳遞，咁書中所有個邏輯關聯同體系呢，係完全形成一個閉環嘅，咁建構咗一個好完整嘅系統出嚟。佢唔似得其他人傳播嗰啲嘢，講嗰啲嘢會前後矛盾啊，會自我衝突啊，就好似拼糖咁零零散散咁拼起身咁嘅。咁只有深入學習並且融會貫通呢，你就會發覺入邊個邏輯呢係好嚴密嘅。佢書中每一句話、每段論述都係經過深思熟慮，佢用字呢亦都好精準嘅。咁當你細心去研讀嘅時候，你可以感受到嗰種邏輯嗰種嚴謹性同埋傳遞知識嗰種喜悅啊，即係好似嗰啲真理會傳遞到心入邊嗰種感覺到。當你閱讀完之後呢，你會發覺對心靈有一種衝擊，呢種衝擊係冇辦法咧用語言可以表達嘅。佢呢種衝擊呢係一種思維嘅衝擊，一種意識嘅衝擊，同埋一種視野開闊嘅衝擊。呢啲就係賽斯資料同其他資料完全唔同嘅地方。咁佢橫跨咗21年，佢啲內容呢係好詳細嘅，佢涵蓋所有嘅各類學科個知識同埋各類學科個領域。
如果想對宇宙、世界同埋自我建立清晰嘅認知，咁建議呢由淺入深咁閱讀。初期課程呢，我唔建議嗰啲初學者呢直接接觸，更加適合後期去睇，因為佢嘅難度呢係好高嘅。但係如果你已經立志想探究呢個宇宙嘅真相啊，世界存在嘅本質，唔再局限於解決現實生活中嘅問題，而係想進入更高層次嘅境界，咁我嘅建議可以由早期課入手。早期課程嘅知識框架呢係好全面嘅，對後續理解好多概念呢好有幫助。當後期遇到一啲比較難以解決個困惑嘅時候呢，往往喺早期課個某個章節入邊，你會揾到清晰嘅解答。後期內容真係類似佛陀講佛經講，以人類可以理解嘅語言或者自成體系嘅理論個觀點，但對於某啲核心問題呢，冇辦法過度深入嘅，咁係避免偏離主軸，難以回歸。而早期課就係直接進入核心問題，呢啲呢就係細師資料嘅獨特價值啦。